有喜事，大家都識，但今次係家人買股出事。黃百鳴，香港觀眾應該唔陌生，開心鬼、家有喜事、葉問系列，好多香港人都睇過佢製作或參與嘅作品。近年就連佢唱歌都可以成為網上話題。但今次市場記住佢，唔係因為電影，亦唔係因為唱歌，而係一宗內幕交易案。根據證監會公佈，黃百鳴因為天馬影視股份嘅內幕交易，被法院裁定罪成。案情指，當時佢係天馬影視主席同控股股東，公司正就出售控股權進行磋商，已經簽署備忘錄，亦收到1000萬誠意金。呢類資料喺正式公佈之前，已經可能係未公開嘅股價敏感資料。重點係收到誠意金之後，佢隨即向妹妹轉賬，合共200萬港元。而妹妹聽日開始買入天馬影視股份，之後佢仲透過 WhatsApp 就買入時間同價錢提供建議。雖然黃百鳴辯稱佢叫妹妹盡買係佢哋家庭溝通方式，其實係反話，實情係叫妹妹唔好買。但法官質疑並認為黃嘅說法既荒謬又牽強，所以內幕交易唔一定係自己親自落盤。如果你掌握未公開股價敏感資料，再叫身邊人買賣，甚至提供資金同買入建議，一樣可以出事。有啲人可能會覺得，只係同屋企人講股票，真係咁嚴重咩？但喺證券市場入面，內幕消息唔係私人消息，一邊係完全唔知情嘅普通投資者，另一邊係已經知道重大交易嘅內部人士。如果內部人士可以先行部署，呢個市場就唔再公平。所以呢單案唔只係名人新聞，佢提醒所有上市公司、董事、高管同股東，重大交易公佈之前，每一個電話、每一個 WhatsApp、每一次資金轉賬，都可能變成監管調查嘅線索。